咱即摆要来做一个不一样的节目咱要来宣传最不平凡的爸爸。我唔知影什么款最不平凡，我就家己想我的标准所以这是好玩啦无一定讲你的心目中这是最平凡所以我将要请教，少人有6个囡仔以上的，请举手。有6个囡仔以上的，我是感觉讲6个饲囡仔是无简单，所以我去上列单甲我你几个？6个，刚好6个，有没有比6个更多的？有没有？哇，大家拢在客气，所以我一个人有奖是无？没有。是不是只有一个好，你名字帮我给，把礼物给那个最不平凡的爸爸。那个有猫有狗加上起来可以吗？那个不算过来，咱要来比第2个最不平凡的爸爸，就是你嘛有对啦，医生你甲照顾啦，你甲倒趁钱，我知影。我出这个节目的时候，人就甲讲，唔对啊，是莫死的。我对啦，所以嘛要趁钱，所以会使过来，咱要来讲，有啥人来外孙拢外紧，超过10个举手。超过10个你甲我你几个？来外孙来10个。爱算我对11个，哪边呢？10个过来呢？想12个。敢若孙卖算啦咱来外孙来，这个。查某嘛爱算。那边几个？你有几个公无11个 ，OK， 所以11个有奖好。还有，过来10个以上。加个过来，咱要选这个我个人感觉讲，嘛是这款人对我来讲足了不起。我即摆要问，当然这是查甫，毋是查某你是单独生活，你阁会当单独照顾家己，举手，你单独家己大，哇，单独，你甲你某大，你哪会使举手？袂使举手，你单独大。我即摆咧讲查甫，毋是咧讲查某，拜托。查甫家己单独爸爸才有效。家己单独大，阁会当家己处理。杨龙一，你为什么？等一下，苏诗英请我们要审核他，你没有跟老婆住，林柏春是吗？好。可是林柏春好像太年轻了，要靠人家己大，家己可以当主力的咯，无来那边也不对啊，你不是有跟你太太吗？没有啊？我会记你去上安怎讲？无，安尼我真唔对人。来那个谁，那边，你什么大名？赶快报大名。好，谢谢。歹势这可能你的叔叔讲因为好耍所以互人知影你家己大要紧啦即摆这我送回来，他会去甲你照顾，煮面去你照顾，对我算小姐。过来，我要问讲90岁以上免行乖免坐轮椅的有无？90岁以上免行乖免坐，查甫的啦，拜托。好，那边一个，这边一个，好。那个儿子上你一盖就好啊，儿子上你袂当两盖请一次就好了，那个机会给别人即摆上尾仔问题90岁以上拢免食什么糖尿病、血压、三高，拢无三高的人举手。好啊，还有一个90岁以上拢无三高。我迄个先生，迄个是阮教的，这个是92岁，敢毋是真94岁，94岁拢无三高，咱爱